大斋节第4主日啦，3月底，我会记得旧年咱这个时间就咧庆祝过啊节啊，今年较慢，到4月20，4月20，咱伫这个节期的中间，会当经历到无共款圣经所互咱带来的信息，牧师伫对3月开始，咱有分享信心的系列的信息，这个信心系列的信息有分到今仔日是第3段咱会当做一个小小的学习来三甲领受上帝，互咱迄个属灵的启示。咱大声先来做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保守，互阮有分通通过主你的话来得到启示甲学习，是因阮常常是不足、愚戆佮无力，所以随时要有圣神的启示甲提醒，互阮一直活伫上帝恩典丰盛的生命的中间。阮的信心也是安尼，需要主你时常的提醒、扶持、引带甲带领，所以愿阮所领受的学习，主你圣神亲自激励阮每一位。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对3月开始有一个系列是有关信心的系列咱若有一个印象，牧师做一点小复习啦。3月初2，咱的主题叫做看见甲得到，这是信心的信息内底第一个。咱有讲起到这几项，讲咱用咱的信心来连接上帝的世界，意思是这大自然无咧讲话，但是你看到的拢是话，是咧甲咱结连伫上帝的创造，迄个奇妙的创造，互咱用信心来看见。第二，咱是用信心来拄着灵魂的救主耶稣基督，用信心来结连。第三，带来咱恩典的信心的条件，就是咱的信的这个目色甲开力，咱的眼力有看见迄个看袂到的无？信是所仰望的实体，这是咱看见甲得到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是咱第3月初9所分享信心的第2段，顺服甲交托。咱有讲起着几个故事，耶稣伊伫会堂这个拿撒勒的会堂有分享用顺服来证明你的信心。中间有讲到2个特别真出名的先知的故事，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的先知。这个讲起到以利亚、以利沙甲迄个寡妇伫伊的厝内底因为无面粉要安怎仰望几啊年2冬的迄个抗旱会当度过生活。以利沙叫迄个叙利亚的将军乃曼讲：你去附近阮这条约旦河洗洗，你的太哥病就好。因为顺服，这些事拢比较上帝应允。所以诗篇有讲起着，你爱大大来开嘴，我就要互你充满。嘛讲起着马代伊的信心的旅程，因为伊的小弟过身去伊小可对耶稣有点埋怨，讲主你若较早来阮的小弟就袂安怎呢？但是主耶稣甲伊讲，你的小弟的确袂死。这个拢是整个咱伫圣经中间迄个信心的故事内底的一部分所以咱所领受的学习是讲，你的信心爱甲顺服结连做伙，佮加上你的交托，你伫信仰生活中会真强调。今仔日咱续接第3个系列，就是试验甲得胜。信心爱有试验甲得胜，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后礼拜咱会讲最后一个系列，就是讲信义人要因为信得到生命。拢总有4个系列，甲咱三甲较完整来思考信心的教导安尼那信心的考试啦，你毋知有拄着无你有拄着考试无？你爱参加考试无？咱对细汉开始入去读册就爱开始考试
哇！大家要考试要来吼，有诶拢困袂去啦，食袂落。啊，有诶人要参加联考，啊，佫不得了吼。迄要开参加联考诶人吼，听讲有诶人吼，安尼啊透早煞啊胃肠歹势啊，毋知奇怪安尼食，迄要走便所安尼吼。逐个人若要拄着考试，拢有真大诶紧张啦吼，紧张。人生事实真侪考试，人生真侪考试。啊，所以咱求学诶时阵，学生是惊考试。每一摆学生若拄着考试，讲啊，哎哟，遮艰苦啊！咱较早毕业诶，吼，较早我毋知即嘛现在学生囡仔安怎考试，阮较早少年时代考试吼，啊，什物有段考啦，有月考啦，啊，佫有迄个期末考啦，啊，佫有时吼，佫随堂考，哇，不得了啊！早起也考，下晡也考，安尼，啊，考到煞麻痹去啊，就对啦，吼。毋知要考啥货，啊，反正都惯势啊，像要机器啊对走安尼吼。啊，大家拢想讲，哪会当免考试，毋知要偌好诶安尼，无拍算，咱一个入到社会，也无考试单毋对吼，无考试单，啊，毋过你感觉敢毋免考试吗？迄个无考试单诶生活，无一定代表你诶人生就一定平安无事咧。考验还阁咧继续，是毋是？考试单诶考试就对啦，毋是考试单诶考试。所以，咱特别伫台湾即个社会吼，进入到工商科学诶社会，咱迄个社会竞争真激烈，真大压力。啊，即拢是无可抗诶考试，拢是无可抗诶考试。但是咱人们拢嘛知影，咱即嘛各行各业啦，你毋嘛是爱考试哦，你爱考证照。啊，较早考试用写诶尔，即嘛拢实地操作。职业考都爱操作你所学诶迄个项目，主驾嘛爱主驾诶考试。啊，可毋免讲迄个工程师、技师，哇，你拢实际操作，连做木工嘛爱考试，啊，做涂水诶啊嘛爱呢。啊，所以呢，咱拢知影，因为要认定你有即款诶能力，所以你就爱经过即款诶考试，有诶人身躯足侪证照啊吼。啊，咱吼有诶人吼，敢若要考一个奥多麦吼，啊考袂过啦，考真10届啦。哇！啊，有一个庄脚诶老阿伯啊吼，啊要去考试啦，考奥多麦。啊，伊逐摆考吼，别项拢会过，敢若考迄个 S1 袂过就对啦，考迄个 S1 袂过。啊，考啊，还是讲我都照规矩要来考，啊，逐摆拢考袂过。啊，后来吼，考试官讲来即边，我互你开看卖。伊讲哦，我无爱骑，我用牵的。伊讲我后摆若拄着即款路，我都无爱骑啦，我用牵的，敢袂使啊？啊，毋知迄个考试官到尾有互过无？伊讲我都毋捌拄着即款路是 S1 遐弯啦。吼，啊，若拄着我都用牵的啊，啊，就过啊，敢毋是吼？啊，无论是直路，我就家己晓骑。有影。所有考试拢伫咱的生命中，咱的生活中。你有要逃避无？足侪人会想要逃避，但是呢，只有勇敢面对，赢过这个考试，你若家己有成就感，而且你发觉讲我的能力实在有啦。啊，所以咱要安怎培养迄款信心，伫咱的生活的生命中吼。啊，佫较毋免讲，咱伫信仰爱考试咧。信心嘛爱考试，耶稣信耶稣的人，我靠上帝的人，你嘛是通过信心的考试，你才会让得到更较大的祝福。好像有这个考试是一个你要领受上帝祝福的一个条件，还是讲一个像一个盘啊，还是一个容器。讲主啊，我要得到这个福气吼，啊上帝讲啊，你的信心的盘偌大啦，吼，迄个篮有偌大就对啦吼。啊，所以咱知影经过信心的考验，会当得到上帝我大祝福，上帝更较愿意赐福互你。会记咧进前牧师捌咧分享着讲，咱财务啦吼，钱财啦奉献。啊，我有分享一个点，就是讲，上帝吼拢要赐互咱，但是你要先考虑讲，我有开力通承接无？上帝讲我要1亿万互你，啊，你1亿万会晓用袂？你会晓处理无？还是
得到这个钱吼，煞规个人拢毁了了。你敢知影？有咧，足侪人专门咧研究一个议题，社会议题，去专门去追踪遐个得到乐透彩、遐个彩券的人，得到几千万、几亿的人，讲这个人是安怎？大部分拢无好底就对啦，因为伊袂晓管理，迄个钱若毋是互人骗，无就去车花宴乐，无就去跋筊，甚至去食毒，到尾伊拢后悔讲，迄若要知吼，迄我莫中奖就好。世间人就是安尼，无着的足是要得到，得到了感觉讲也无影，也无真正，我会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安尼什么意思？上帝用信心在考验咱。迄个领受祝福的容量有偌大，迄个容器有偌大就对啦。所以信心是你领受祝福一个上重要的架构，这个架构。咱看见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安尼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为何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讲无信，你若无信吼，上帝讲这个人到底我交代你到底有法度通领受无？迄宁可唔通较着，伤济互你互你得着咧。所以你讲无信都袂互上帝欢喜啦。所以你有信上帝存在，你甲主的关系才会亲密。你若无信吼，上帝你的边你若无感觉到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今仔日学习的主题是讲，信徒基督徒的信心是经过考验，是亲像什么呢？亲像经过咱的火也是咱迄个虾，也是迄红大暗光遐经过火落去试炼呢。迄个土是软软，迄个火土软软搁在你敲，搁在你削，搁在你刻，但是一进入到火，伊就哪烧哪坚固。基督徒，你也记得，你得到考验吼，你莫想讲，哎哟，亲像社会人讲，哎呀，我哪会歹运啦吼，我哪会安尼遐尔落水，安尼定定拄着遮有诶无诶，迄是你信心要转化，你信心要成长。你信心要高升的一个关键，你若无接受这个试炼，你就袂得到坚固。像迄个灰若烧无好吼，迄灰就弹掉因为迄烧了无招纹啦，无定啦，迄个土搁安尼袂坚固。所以拄则咱有读希伯来书，搁一段希伯来书的第1节，咱拄则咱进前这两届拢有读过，讲信就是所望望事的实底，咱讲看会到嘛。你望望的事是未看到，无看到，但是你属灵的目睭看会到。伊讲这是所望的事的实底，是未看见的事的确据。这个实底伫希伯来文内底，就是讲，伊圣经原来即个文字的实底是甚物意思？伊有小可做点说明啦。伊是讲实底意思，讲下面下面好亲像有一个架，顶面咧放物件放会落，像咱的桌足载，我放物件伫顶悬才袂起落去咱逐个桌椅拢爱有一个架，也是讲咱咧栽花这个花盆咱有一个花架栽，迄个花放伫顶悬，伊讲实底就是迄个架放互栽就对啦。也共款，上帝要甲咱饲就是讲你到底有即个气力通承担即个恩典无啦有迄个能力通承担无？即个恩典互你你袂晓用煞颠倒你的头盖呢？会互你跋倒呢，会互你骄傲呢，会互你袂失去呢。所以承担上帝爱咱，伊的囝儿会当承担，是咱会当有能力无，将上帝的祝福用伫合伫伊心意的所在，用合伫伊心意的所在。
这毋则讲，咱定定地提醒，特别咱长老教会已经设教160年啊，经过7代8代啊，咱定咧提醒讲，咱一代一代的子孙毋通祖先受福气，子孙领受到即个恩典，袂晓用，啊，煞甲拍喷去，甲废了。所以咱定咧讲台湾人讲吼，好嘢袂过3代，好亲像咧万岛有钱人，毋是啦，是你后代有迄个能力通承担即个恩典甲亏力无？顶日听见一个牧者咧分享，讲一个安尼教会热心的同工。年纪大，慢慢身体欠安，大家足毋甘，总是伊的囝儿吼无信仰，就伫遐念东念西啦。阮老爸信的这神吼，也无比我信的较大安尼。哇，讲听到的人啊，足艰苦。讲上帝安怎互你的时代、你的长辈安尼领受到祝福？你即马煞家己讲，阮老爸信的佫无够大，阮信的只信较大呢。兄弟姊妹，会通承担无？你有气力通承担无？你的子孙有准备好要承担即个上帝对天顶来恩典甲祝福无？这是咱每一个人拢袂当倒避的即个条件。所以咱毋则讲1代清2代明，3代你请我无用，4代公马归厝经，是安怎安尼？毋是讲在共纠缠啦，是一代过一代有共款领受迄个容量无？有迄个承担无？你的花价有栽无？迄喷水的花放伫顶悬，会起落去袂？会倒落去袂？这才是咱做基督徒一个先都爱操练，先都爱灵修，先都爱同心敬拜，先都爱伫小组互相来分享。因为咱人是软正的嘛，咱的心是软弱的嘛。你若无安尼，你就无操练，亲像运动员无咧运动，搁来比赛就输啊。兄弟姊妹，这讲起来是嘛，真迄落吼，真现实的。现实的意思讲，你若无认真，真正你就受淘汰去啊！这是这个社会、这个生命咱所拄着，因为毋是咱调工要安尼，是因为魔鬼伫边啊，准备要甲你吞食去啊！魔鬼都袂当看到你好嘛，看袂得你好嘛，看不得你好嘛。所以咱若无坚固咱的信心，咱就无通好伫迄个所在看见一个新的祝福、新的开力、新的赏赐、新的恩典、新的愿望。所以咱拄则有读到圣经雅各书1章20到40，这段经节吼讲真坦白咧吼。拄则咱的泽豪执事传咱读讲安怎呢？兄弟姊妹啊，恁拄着逐款试炼的时吼。就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向他就讲，这句话甲伊敢对，敢会抄毋对去，也是犯毋对。你拄着试炼爱掠做欢喜，试炼吼烦恼流目屎都袂赴啊，谁都爱掠做欢喜咧。但是伊明明甲咱讲，基督徒会拄着试炼，应该你看作是欢喜的事，因为上帝看重你啦，上帝要用你，上帝知影你有能力，通来承担。像下面迄个花架，迄个鼎放伫顶悬会知，因为伊写讲，因为恁知影恁信心经过考验，就会生出吞忍。这个是咱用现代本的吼，台语圣经安尼讲，恁伫拄着逐款试炼的时，就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因为知影。你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咱嘛听到一寡戏剧，讲一句话啊，伊讲吼，一笑泯恩仇，意思讲互相高高低低啊，弯弯弯弯啊，
一笑面温柔，就是讲啊，用一个大笑就过啊。事实哦，真侪试炼，真侪苦难哦，你一个笑就过安尼。上帝要互咱用懊恼、用感谢来赢过这个。咱拄则毋是吟首诗歌吗？我要唱歌来学了主吗？唱歌毋是安尼黑白唱的啦，啊无聊咧唱的啦。唱歌就是一个武器，唱歌就是一个坚固，唱歌就是一个拍倒魔鬼的来剑。所以，像咱讲，咱拄着苦难，拄着家庭有困难，你要用唱歌，啊，毋是咧改成头壳歹去啊？毋是啦，是你。知影有上帝甲你同在，这苦难拍你袂倒，你要赢过伊，你要经过，用诗歌来赢过这个挑战。所以第二段，甲故事安尼讲，恁着爱忍耐到底，才会当十全十美，无欠过。大有圣经讲，恁着忍耐到落尾，才会当达到完全、搁完整，拢无缺点。哇，忍耐到落尾，足侪人吼拢忍耐袂到呢。哪个人忍耐到？一半路就倒退啊啦吼。吼，咱昨昏哦，毋知有人来看咱的主日咯，剧团哦演出一出吼，啊，迄个泰雅族的故事啦吼，就是迄个射2粒太阳的故事安尼啦吼，啊，迄个故事安尼，大家演了真精彩，啊，这老师啦、学生囡仔啦吼。啊，演即出戏啊，因啊足精彩吼，啊，佮化妆啦吼，啊，穿插拢足标准的呢，有职业水准的吼。啊，昨昏若无来看的，足无彩。后抓个因佮演一摆好吼，大家爱来看，安尼。啊，迄个戏咧讲啥物呢？咧讲着讲古早吼，迄神话啦，讲有2粒日头啦，啊，热甲吼，啊，迄花草啦。迄种子拢孤打去啊，迄伤炎就对啦。啊，因迄共装的人讲啊，咱有一个办法，咱大家行去到迄日头出来迄个所在吼，是甲钱甲射一粒落来，吼啊，迄温度就减一半，敢毋是？啊，毋则袂大家热甲挡袂牢，啊，迄个花草拢生袂起来。但是要安怎？迄少年人要行去到日头出来的所在老啊，只好转来，因为吼行袂到啊，迄太长诶，太远诶，所以到尾吼想一个办法，一个大人带一个囡仔做伙出门，大人行到一半路已经老啊，啊，互迄个少年诶，迄囡仔变大人啊，你阁继续去，啊，伊就讲忍耐到路底，啊，到最后甲迄个日头射落来。啊，然后转来时已经变中老年人啊！迄囡仔毋捌你啊，讲你什么人？伊讲你无感觉即马较袂遐热啊，是无？迄就是阮去甲射落来。啊，这故事吼，有音乐真古锥真精彩。啊，但是迄个点是咧讲啥物？你要有承接啊！一个人做袂到，第二个爱刷落去啊，接棒啊吼。啊，咱吞论嘛是共意思啦，吞论嘛是共意思。咱伫主所互咱拄着。迄个试炼，咱爱吞忍到落尾，你才会当完全佮完整，才会无缺点。啊，所以咱讲爱确信吼，咱都爱会晓分别，有智慧通分别哦。确信，啊，你确信什么？确信唔对就麻烦啊。所以确信有真有假，你爱讲这个确信是上帝所予你，合伫上帝旨意，你爱分别你的真假呢？啊，这是上帝予咱的考验，就是讲，包括你分别这个是上帝所予你的考验，也毋是啦。啊，所以基督徒到遮，你我大家拢无分啦，吼，无分你我，吼，哦，你的身份较好较歹，啊，你较有钱较无钱，吼，啊，你社会地位较悬较低，拢无讲这，是大家人拢平等就对啦。咱拄着试炼。拄着这个考试，拄着人生的考验，咱拢都爱继续热心祈祷。这个祈祷是平等，大家人拄着困难无同，
但是我会祈祷，要保证我伫主的内面要领受这款的恩典祝福，因为上帝要保守，伊会赐落恩典。伫圣经内面有两个代表的人物，一个通过考试，一个无通过。天国的考试就是信心的考试，顺服的考试。旧约书亚，伊领导以色列百姓已经到伫约旦河东边啊，准备要过约旦河。上帝讲：来，你叫你的祭司扛约柜，甲踏入去约旦河。啊，约书亚要安尼做无？伊若是讲迄河流吼，足错流的，安尼若行落这个祭司啊，互伊流去，我毋着怎信仰破产去啊？这百姓讲：哎哟，你做这哪会对？后来叫祭司扛约柜要过撩水咧。但是这时阵就是一个考验，你对上帝有信心无？约书亚果然讲好，祭司扛约柜踏落去。圣经记载讲，因撩落水的时阵，约旦河的水泉停止搁流，全变大地啦。所以毋才会圣经记载讲，祭司扛约柜行过，后来伫水内捡12块石啊，到兑换来起这段。这是一个试验。另外，约书亚拄着的试验是啥物？上帝讲吼，这个耶利哥城遐尼强遐尼猛，内面的人吼拢是剑士，你毋通甲伊强对强，你都甲射这个耶利哥城就好啊。算的吼，7天射13摆，先来7天射13摆，因为吼大省是1天射1摆，最后1天才总射就对，所以变做13摆。约书亚伊用这款的信心交托讲是，既然上帝叫我安尼做，一定有伊的用意，是要经过这个考试，到最后约书亚成功，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另外一个无通过考试的，就是彼得啊。咱这个彼得这学生安尼搞怪的定定拢出状况就对啦。虽然咱知影后来天主教把伊当作是第一代教皇咧，就是讲彼得是建设教会，用耶稣讲这个锁匙，天国的锁匙伫你手头啊。毋过伊伫咧对耶稣的时阵定定咧考试考袂过，你敢知？定定咧迄个落地，你敢知影？其中一项是安尼啦。门徒咱顶工有听到这个孙牧师来甲咱讲迄约翰福音，拄讲到这段，就是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然后呢，这学生就坐船要经过，要去到伯赛大安尼。船仔顶突然间起风啦，船水安尼切来切去连这个足熟练的这个水手嘛，感觉讲足危险、足惊呢耶稣讲行伫水面就近因啦。这个时阵彼得我毋知影通危险呢，伊个随问耶稣讲：主啊，你哪会行伫水面呢？伊讲主啊，若是你互我对水面顶行过去你遐安尼。伊真正讲主啊，我要行过好无？伊真正行过撩水过但是行一半，看到水遐尼乌遐尼深，彼得一个就沉落去啊！耶稣赶紧牵手，伊才得到救。都是表示彼得信心一时的若定5分钟的热度若定就对啦。一个看到家己我哪会晓行，煞惊到，看到水煞惊到，就沉落去啊！伊想讲看到风影，伊会沉落去，伊内心的惊吓就代替了当时的信心，仰望主耶稣。所以兄弟姊妹，我讲这个是要互咱知影讲，你我大家拢无例外就对啦。你我大家拢会拄到试验，这试验你会经过考试无？当然有可能有的人足够考试，逐摆考拢100分啦，逐摆拢考100分啦。但是有的人讲勉强我会及格啦，但是伊拢并袂认真嘛。所以兄弟姊妹，其中一个考试就是试探。
咱离开上帝，你所拄着的试探就愈多。即远离上帝，意思讲你会拄着试探。所以基督徒爱通过生命的考验，是因为讲，毋那是上帝是一个正面的考验，连约伯嘛，互上帝考验呢。圣经遮的属灵的勇士啦、亚伯拉罕啦，遮的人拢受过考验哦。有时咱嘛会有魔鬼欺骗，上帝甲咱试验、试炼，迄叫做考试；但是若是魔鬼来甲咱引诱，迄叫做试探。试探，魔鬼咧试探一个上大，你敢知影？你想讲啊，魔鬼是安怎甲我试探？我何德何能，是安要来试我？通常是你成功的时阵，你会拄着试探；常常你是不在意的时阵，你会拄着试探；常常是你离开主，无行入主的道路，就会拄着试探。有一个故事咧，讲到咱知影看一寡影片啊，咱最爱看迄动物影片啦讲非洲的草原上有足侪动物，你知迄动物有诶是安尼无攻击性诶，有诶是安怎？迄终极猎食动物呢？伊是天生的猎手啊，伊就靠食遐羚羊啦，食遐迄个马啦来过日啊，伊都毋是要食草诶啊。狮啦、虎啦、豹啦、迄猎狗啦，所以伊想要食即只动物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去食迄种佫肉佫嫩佫油的就是迄个囝，伊就雕工要甲老母甲囝甲拍互开，甲拍互散，迄只幼囝一个离开老母的身边就危险啊，因为第一伊还袂臃肿，伊走袂行。肉佫嫩佫好食，哇不得了啊！所以，这猎食动物就是会晓甲这幼兽甲老母来赶开来攻击，像你姊妹，这是草原魔生的本能就对啦。迄是一个恶劣的竞争、激烈的竞争。魔鬼嘛同款呢，魔鬼伊大声就想你离开上帝。亲像迄囡仔离开老母、爸母的身躯边，伊来甲咱攻击。所以咱爱有一款的意识，就是讲，我爱有主耶稣同在，我才会堪一。毋通你靠你外勇外高，有主耶稣同在，魔鬼就无法度甲咱攻击。魔鬼足常用什么攻击咧？毋是用甲你威胁的啦，威胁的咱拢会惊嘛。伊是用甲你引诱的，用世界一切的丰盛，就像耶稣。洗礼了后，去到旷野，魔鬼甲试验，讲你腹肚遐枵你都甲石头变做饼就好啊！这种是种试验，常常咱伫世界拄着引诱，互咱离开主。所以咱知影讲，若看到咱甲耶稣有点人徛，伊就会攻击、会偷、会抬、会毁坏咱的生命。兄弟姊妹。咱有时拢会拄着人生的苦难啦你有遭遇着家己家庭事业中的风影无？你有感觉足艰难、足歹过？经济上会拄着艰难，肉体上有病痛，是家庭咱袂顺遂。有时你也先考查验家己，讲我甲上帝是毋是有距离啦？我是毋是离开主远远？毋知影主已经无伫我身躯边。咱昨拜六有2项真有特别的聚会活动我主要早起讲第一件讲，咱的即个主日都剧团演出一出戏，对毋对？咱营业嘛有举办第一摆试验性的拜六的礼拜，意思讲，咱即礼拜有3场礼拜，现在是第一场。等的第2场，昨暗迄是第3场的意思。咱青年来做领导，来带领有听即个水平牧师来讲道昨伊咧讲道，互我一个真有意思的领袖就对啦。伊的主题讲找耶稣咧讲什么故事呢？就是讲耶稣12岁的时候，毋是甲伊的爸母
去圣殿嘛，去朝圣嘛，规大阵庄的人拢做伙去啦，是对拿撒勒来到耶路撒冷呢。我12岁是表示囡仔大汉啊，会家己行吼。圣经记载讲一个参加迄个大礼典了后要转去啦，爸母也无注意讲即个耶稣有转来也无转来安尼，就做规阵人就行转去因拿撒勒啊。照迄个记载拿撒勒甲耶路撒冷偌远你敢知？120公里，120公里是倒位到倒位啊？差不多算起来对高雄到新营爱行几工？爱行3工啊！较早无车无马啦所以呢，规大人咧行可能爸母对耶稣较有信心，讲这个囡仔安尼12岁真勇啊见指巴拢有你家己咧行，骨在伊行，我过1、2工上就讲安尼拢无看到耶稣，找拢无啦，再个挂阵转来伫圣殿找耶稣，原来耶稣伫圣殿，搁咧甲遐经学教师咧论啦，咧研究圣经就对啦这个故事随便牧师咧甲咱讲有时你俩做耶稣拢伫你身躯边其实已经离开足久啊。耶稣到到伫圣殿你搁咧行毋知影，你会晓转来找耶稣无？会晓来就近耶稣无？是，兄弟姊妹，咱想讲我著基督徒足早就信主洗礼我保证耶稣到我伫地。事实你家己的心拢无伫遐呢，你敢若多无世间的事啦，多无你家己的利益啦，你毋捌想着讲主爱我做啥物？上帝爱你服侍我无用；上帝爱你奉献我钱无够；上帝爱你接受操练、接受学习教育讲有用啦，等我有用等我退休的啦，逐项拢是等。你已经甲耶稣离开应该离开2、3工耶稣搁伫圣殿你转来家己转来有时是拢因为咱拄着这艰难的时阵，请会记哩，拄着风影，你爱先安静落来，先找求讲主是毋是我甲你关系离开我离开主我互主无欢喜，耶稣甲我离开足远你是毋是甲主有距离啦？所以若是主甲咱同在，咱就毋惊风影。像彼得看到主耶稣，会敢惊水过，惊过水面共款，上帝就要保守咱。所以咱若有主耶稣的同在，魔鬼就袂搅扰咱，咱的心就得到平安。所以咱看见拄则读的另外一段诗篇第91篇的第9节到12节讲：你找上主做避难所，用至关上帝做徛起的所在。找主找上帝是避难所，是徛起的所在。安怎印证呢？第10节讲：灾难袂临到你，瘟疫嘛袂挖困你的布棚，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伫你所行一切保护你。因要用手扶持，用你的脚，互你的脚袂得着石。有的人有的教会咧鼓励讲，会友甲诗篇91篇甲背起来就对啦。因为遐经文拢是咧印证主耶和华的保护，甲背起来。咱若定读，事实就是互你坚固你的信心，知影讲我有主通靠啦，无啥物通惊吓，也毋惊魔鬼来攻击啦。因为伊讲要吩咐使者嘛，要吩咐使者，所以你找上主。找主，你就要得到保护。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这款的信心呢？诗篇91篇第9节到20节，讲明什么？有主同在的人生，内心就会充满平安甲满足。而且，咱定咧讲耶和华沙龙，沙龙的意思伫希伯来文就是沙龙，就是平安啦。沙龙就是平安。耶和华的平安要诚做你的平安，因为主甲咱同在。兄弟姊妹，所以咱常常家己警醒讲，咱毋通甲主有距离。主会甲咱同在，互咱得到生命，而且要得到更较丰盛。所以，咱教会
足用心哦吼。咱的代祷团安排足侪种的即个祈祷，咱的教育团队来公布迄个读经的顺序，迄拢是要互咱安尼毋免家己去操烦就对啊，伊拢甲你准备好啊，准备好啊。啊，咱40天的连锁读祈祷，就是倒一顿有倒一个祈祷，啊，你著照安尼脚步行，你著感觉讲，我甲主的关系吼无断去呢。主甲咱同在，互咱得到生命。啊，所以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天国的考试吼，有时咱拄着艰难的时阵，你也会晓悔改，会晓认罪，回转的人生。基督徒常常讲爱认罪，认罪毋是讲哎哟看家己吼，安尼足安尼讲足歹看的，足漏气的，毋是啦。悔改意思是讲行着路看去越啦，啊，无你是要行愈行愈远，愈行愈步咧青坎树哦，越一个都有啊啦，迄叫做悔改。啊，所以温度拄着风影，咱知影讲江风大作啊，船拢要沉落啊，温度安怎？即个有经验的水手都感觉袂发的啊，要得要安怎？都来喊主耶稣啊救的啊，耶稣啊救的。伊要用家己的人的办法都无法度人解决啊，结果是枉然的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拄则有讲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讲，咱发觉有拄着艰难，有拄着挑战甲困苦，请会记得，你爱检查讲我甲主的关系有断去无？第二种是讲，你拄着患难、临到的时阵，咱爱举手来悔改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就对啊。讲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检在倒位做了无好势，致使互我陷落伫即个困境的中间。悔改就是解决问题上好的办法。所以兄弟姊妹，咱讲世间上幸福的事，就是你对着主服侍主啦，你对着对的主人，好主人就对啦，吼，毋是拄着迄种咱叫做惯老板有无？惯老板的意思是讲，吼，啊你咧破病啊吼，啊规去甲你死的，互你等去食家己安尼。咱对着好的头家，对着对的主人，生命才会得到幸福快乐。对毋着主人，特别是对着魔鬼啊，生命就会接受淘汰、杀害甲毁坏。所以有一个要紧的考决，就是讲天国的考试的标准答案，就是甲主叫主啊。若是温度伫船顶吼，耶稣伫咧困嘛，所以爱甲唤醒。啊，唤醒意思无？上帝咱拄久毋是啦，是用即个话，互咱知影讲，啊，耶稣伫咱船顶吼，啊，你家己靠家己办法，都风影遐大驶袂过啊，赶紧叫主耶稣啊，甲主耶稣叫醒啊。所以即个话的意思讲，咱拄着艰难，已经家己无办法啦，行无路，走无步啊。讲主啊，赶紧啊救的，因为拄着风影，甲耶稣叫醒起来。咱就是伫风影船强要沉的中间，甲主叫。所以大声嗷叫，毋是咧讲哎哟，即个人安尼，哪会遐无礼貌，还是讲安尼情绪遐尼高涨啊？是迫切的意思啦。啊，所以咱有时拢会鼓励会友讲，你祈祷吼爱，那公众祈祷爱大声祈祷。你有密房的祈祷，就免遐大声，但是伫公众的祈祷，讲大家人心齐声祈祷，意思讲甲主嗷叫，毋是安尼讲悄悄话吼，啊毋通耳语啦、默想尔，你要大声来求伊啦。所以主会听咱的祈祷，啊，将咱毋知影搁大搁困难的事，甲咱讲，来互咱解决，甲主嗷叫。兄弟姊妹，小等下咱要有一个异地的祈祷。有真侪牧师的经验就是讲，啊，祈祷。迄经历啊都袂歹啊，甲主求啊，啊会好袂好我毋知啊。但是经验到的是讲，圣人为你祈祷，代祷者为你祈祷，你家己也有迫切的祈祷，安尼效果才会好似就迄个电吼有接触到安尼啦。啊，无即边冷啊，即边烧吼，啊都无效果就对。所以是你家己有决心，你有即个仰望，兄弟姊妹。有一个唤醒主的祈祷吼，发生伫什么呢？咱知影美国
伫太空科技非常的出名。伫主后1970年啊，遐侪年啊吼！伫我囡仔迄个时代啊，有一个太空船叫做阿波罗13号。咱知影讲上出名的就是阿波罗11号，对吧？迄阵是1969年啦，民国58年7月21日，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伫月球漫步2点外钟，迄出名个。另外现在经过遐侪年啊呢吼，啊经过2冬，经过1、2冬，一冬啦，1970年换13号去哩啊。但是发现讲，这个13号伫20外万里以外发生迄个氧气槽爆炸，哇，无动力啊！所以就要赶紧转来放弃任务，迄是生死交关的事啦。所以太空人赶紧通知讲，休斯顿太空中心讲，我要转去，毋知要哪转去，来甲阮指示一下。迄阵听讲美国太空总署甲因讲，你看北极星，北极星伫倒，你对走就对啊。有一个北极星，北极星袂走来走去啊。迄阵邀请全美国的正基督徒，大家同心祈祷，甲主叫讲主啊，这个毋是人会当解决的事啊！求你帮咱，互阿波罗13号的这百姓，因这太空人会当平安倒转来。这是阿波罗13号迄个太空船的外形啦吼。后来啊，这个故事因成功倒来，大家全国欢喜甲比登陆成功更较欢喜啊！因为知影讲，这若毋是上帝救那有可能伫太空20外万里以外，佫会当平安倒转来咧。后来这嘛有拍做电影咧，这是因原来迄3个太空人这是后来阿波罗13号这个出名的电影这影册拢真出名安尼。遐即位共款啦，它发生无偌久，就是最近美国有NASA的太空人有一个叫做威莫，甲一个威廉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因本来是坐一只太空梭去国际太空站，咱知影即地球顶有个太空站咧走呢吼。因想讲要去个太空站做8天的测验啦，测试各种实验的对。无想讲哇不得了，伊说关伫遐9个月，关伫太空站9个月咧吼。前无偌久，前半个月前，迄个马斯克因的公司一只 SpaceX 迄只太空船甲载转来，伫3月18半个月前才正转来俩。拄着遐尼特殊的境遇啦吼，这2个太空人拢是虔诚的基督徒。迄个新闻记载讲，特别这查甫的这威莫尔伊是美国德州的一个浸信会的长老，伊伫太空遐尼远的所在礼拜日嘛是甲因的会友做礼拜呢，佫去拍电话去探访遐老人。你看伫太空还佫咧做遮个代志，当然太空9个月毋知要做啥代志后影伫遐，但是伊足关心所以伊转来到地球的时阵，伊讲一句话，讲是耶稣救阮。你想这甲比着这温度伫船顶水强要沉落，话讲主耶稣也救的，毋是同意思吗？因平安倒转来，这个威莫讲一句见证，讲我感谢这条路，一路的经历，拢是因为我的信仰，创造的主甲救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相关，伊为着全人类得到荣耀的生命，制定这个计划。伊讲这个意义重大的心意，深深影响引带我的生活。无论经历甚物款，我拢因为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满足。我深信这点。这是因最近伫个太空翕的相片。这是一个女的太空人这2个就是伫遐9个月，听讲一个倒来地球煞袂行路，9个月无行路煞袂行呢，像囡仔安尼呢。因为迄个无重力状态你的肌肉都无法度人打涂骹，所以咱定讲爱你行路的意思。咱做者讲病人倒成一礼拜，我赶紧都来行路，因为行路会互你有重力，互你的肌肉会让重新运用就对。所以因足侪人咧关心讲这2个人毋知要训练偌久才会当恢复伊的体力。兄弟姊妹，
结尾来讲，信心有属灵的程度啦。信心的考试，就是信心程度的试金石，试金石。咱兄弟姊妹，无管你信主久还是打初信，这拢无直接的关系，是你的信心有经过这个考验无？上帝所应允的信心的考验，就亲像咱属灵的生命中间的维他命，有人讲你要去曝日，你的骨质才会好。同款意思就是讲，真侪维他命是帮助咱身躯营养会当发挥出来，你的运动的效果会当发挥出来，你的体力你的器官会当臃肿的这个坚固。信心就是这种维他命，在帮助你坚固伫主的内面。兄弟姊妹，我希望讲，咱今仔日这个主题讲试验甲得胜。我相信你我同款拢有一款的感觉，讲哎哟，最好是莫互我拄着试验啦吼。咱毋是讲爱调工要去拄着试验，但是你也甲主讲主啊，当我拄着试验的时阵，我要得胜。我勇敢面对，我毋是逃闪，我毋是逃走，毋是秘伫迄棚空内底，是我勇敢面对。这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因为咱的上帝比外面的搁较大，咱的主是咱所倚靠的，咱的信心经过伊的帮助，咱的确会超过你所求所想。也是讲你的能力到遮，但是主帮助你发现讲你的能力搁超过遮的。兄弟姊妹，下面咱准备要来伫主的面前用信心来做祈祷，就是要邀请咱有肉体欠安，也是心灵上拄着软弱，需要代祷、需要换手的，咱开始来做备办。咱嘛请敬拜团的同工有伫遮的吼，咱做伙来带咱吟这首诗歌来备办。这首诗歌是赐我自由，咱拢真熟的诗。